这天气反寒，大家爱食烧烧，上爱食就是食火锅。食药署公布今年7、8月市面上呢，这菜色果子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，总共有80件无合格，有几落间连锁的火锅店拢在内。另外，也有专门卖这水果假接手切的店家，也检出内网顶头的砂糖剂超过标准。就是这间位伫贵人南明路的独家幸福火锅，进前后卫生单位抽验发现，店内火锅使用汤虾菜农药残留超过标准，已经要求回收，并且以农政单位进行源头管理。我们接收到相关的检验抽查报告之后，那已经把该项的产品已经下架了，要求厂商这边，然后每月呢会主动的提供相关的检验报告。为了维护消费者食品的安全，食药署今年7月到8月进行市面卖的青菜水果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，其中有80件无合格。除了贵人南明路的独家火锅无合格，台北松寿路的麻辣火锅店内提供的绿无籽葡萄牙农药超过标准。青叶火锅台东尊竹馆的红凤菜检出3种农药残留。台北本林店大院子的内网是陶氏松超标，医师检告陶氏松是有机磷砂糖剂，若大量误食，可能造成产气衰竭。民众不小心大量误喝陶氏松，有时候也很危险。有时候一来的话就大小便失禁、流眼泪、流口水，那甚至有呼吸衰竭。麻辣它没有办法提供源头，直接裁罚这个贩售业者麻辣火锅店3万元。食药署提醒民众优先选择当季大出的青菜水果、盐酸、有有机、产销履历加 CS 优良农产品加标准的农产品，也是信用较好的店头。另外也建议用清水浸泡了后，再搁冲洗。水果是水冲洗了后，下皮才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